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今仔日是旧历3月23妈祖生，较早有人讲正月小查某，2月小锣鼓，3月小妈祖。这个小毋是骂人的意思，是代表足买一项代志。普通话来讲，为新正年了，一直到妈祖生这段时间，全台湾一直拢有妈祖绕境进香相关的活动。到底拜妈祖有啥物物件要注意？另外参拜又搁爱拜啥物？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。最近台湾妈祖的信徒甲庙事拢真无闲，因为旧历3月23号就是妈祖生，今仔日拄好就是妈祖的生日，所以有足侪信徒拢去参加阮妈祖的绕境的活动。有一句话叫做“正月小查某，2月小锣鼓，3月小妈祖”，因为正月到啊，表示春天嘛来。这款的天气足适合招阮介意的查某囡仔做伙出去耍。2月的时阵，大家就开始练习来动锣鼓，因为爱准备3月的时阵爱庆祝妈祖的生日。妈祖生日出巡要紧的时阵，有一寡活动，大家拢足期待。其中一个就是放生桥，佮叫做生命接炮，意思就是妈祖咧出巡的时阵，有足侪点头会放炮啊，伫生桥的下骹，希望会使愈放愈快。传说若是你有碰到好爷的生桥，表示金银财宝会拢总来，因为好爷的台语甲好爷连起来真相神。佮有一个足闹热活动，就是精灵艺鼓的火车的游街，会使看到伫火车顶头有足侪囡仔，因打扮做仙女、仙灵，还是金童，伊会伫顶悬甲糖仔、甲礼物野出去送互大家。这嘛是足侪游客足介意的活动。除了有绕境，嘛有信徒会伫家己的厝内面的门骹口来拜拜，希望会使得到妈祖的祝福。啊，毋过咱爱准备啥物款的奖品？阮知影妈祖介意食茶，嘛介意看花，阮会使准备花甲茶，嘛会使互妈祖食甜甜。阮会使传水果、花果、红菇果，佮红色的圆仔，嘛会使传有红纸的面线。有一寡人会准备化妆品，也是保养品，希望妈祖嘛会使装好水水。拜拜时阵用的金纸叫做色色金。阮拄则讲过，妈祖介意看花，啊，毋过爱准备啥物款的花？你若是想要甲妈祖求姻缘、求桃花、求爱情，你会使准备绣球花，还是文心兰？你若是希望你的人生会使找到有贵人来相助，你会使准备古翠花，再来是开运的竹仔甲银柳，准备这会使甲妈祖来祈求你的事业甲你的学业会使搁较进步。再来，若是有一寡信徒是假缀妈祖做伙去绕境，有一寡美甲。爱报互你知，爱注意。有一寡人伫咧绕境的这几天会开始食菜，因为伊希望会使表示伊对生命的信心甲尊重，嘛表现出生命无爱杀生的慈悲心。看到生桥的时阵，千万莫乌白去磕生桥，嘛袂使做无礼貌的代志，讲无礼貌的话。当然，嘛袂使一边绕境一边啉酒甲跋筊。你若是第一届参加绕境的信徒，你会使穿新衫，表示对生命的尊重。你若是查某人，拄好伫咧做未来，也是你的厝内面有丧事，上好是莫去参加绕境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即摆就个时间到，希望伊中主播。